喂喂，hello hello，大家好，冇錯啊，不定期我覺得有啲嘢想講，咁同大家望下嗱，今次呢 Taco 又嚟，咩係 Taco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嘛，呢啲唔消除爪嗰啲係嘛，十常侍最喜歡講噶啦，咁但係佢哋又生安白做而我呢啲金睛火眼嘅咁我睇到真係原因何在話就話呢一直即係侵侵都講話要 It is not our war， 呢個係歐盟嗰陣時回應噶嘛，呢個世界對人就係咁噶啦。孔子講過以德就報德，以直報怨，千祈唔好以德報怨。以德報怨呢啲人以為你欠咗佢嘅，呢個世界好 Q 賤嘅。你日常生活中有冇遇到即係白攞着數咁樣噶嘛？係好多呢啲咁樣嘅人，包括你見到呢個世界當日解放德國90年代嘅時候幾開心嗰啲係嘛？包括東德嗰隻默克爾亂歐肥婆呢個叫有啲人支持歐盟嘅又支持英國入翻歐嘅噃，嗰啲你又心痛惡絕，要小心。當然啦，你睇下你咩水啦，有啲馬克思主義者係好中意嗰套，而事實上馬克思嘅開源地我哋叫即係禍亂世界之始就係德國，總係有啲奇怪嘢喺嗰頭出現嘅。咁好當時打散咗呢個神聖羅馬帝國之後君士坦丁堡各樣世界失序呢個就係德國嘅起源。即係如果講遠啲，此時候話說啦，今回五角大樓決定咗由德國嗰度撤軍係5000人，咁幾樣嘢啦。第一咁就係如果東歐嗰啲國家啦，又或者即係其實俄羅斯你應該係嗰啲叫咩捨易取難呢，冇好結果噶嘛，烏克蘭幾難打先得噶，反而歐盟嗰啲全 Q 部都棉花糖做噶，你應該喐北歐嘛，你估以前芬蘭、挪威嗰啲咁勁冇咗啦。你以前嗰啲好 Q 勁，我見過個古仔係講緊唔係古仔真人真事，係挪威、芬蘭嗰邊嘅芬蘭嘅士兵咁佢帶咗好多嗰啲軍用嘅興奮劑，成隊 troop 用嘅，佢自己拍咗。原因即係當時要極地逃生嘛，結果哇心跳加速，一直200幾下一路行翻去都得嘅，個求生意志幾咁頑強正常人呢個劑量呢已經係用咗噶啦，佢就係做得到。但係今時今日仲邊有咁嘅求生意志，又邊有咁嘅配備所以都係難一個就波蘭，一個烏克蘭，一個芬蘭，邊個難更加難？梗係烏克蘭嗰個難最難啦。掉翻轉波蘭個難就冇咁難，再冇咁難啲嘅就係芬蘭。假難滅德由呢個芬蘭咁樣攻入去，再南下德國，可能條路仲易啱唔啱咁所以侵今次呢撤軍嘅時候呢，你可以話令到德國就都唔係後防邊防空虛咗，成日當自己係後咁樣咁好應該德國嗰隻梅爾茲，哇驟眼睇我覺得佢似唔係 Harry Potter Lord of the Ring 魔界嗰隻咕嚕嘅，你唔覺嘅咩？定還是星戰嗰隻嘢喂，我覺得換湯唔換藥嘅用嚟用去都係嗰個冇嘅。星戰嗰隻嘢尤達係嘛，同埋嗰隻咕嚕你望下改咗幾忽啫嘛，有屎幾爛嘅啲人抄字即係有個帽啦，都係嗰隻 E.T. 啫嘛，係嘛？係對眼唔係全黑咯，貓咩？點解話今次係 Taco 喂，你嗰陣時講緊我心目中嘅 Taco 你話撤軍我諗 Q 住呢，你係全撤噶嘛？結果撤得嗰5000太少啦，所以侵做事呢係好軟板嘅，我成日都話軟哚哚嘅，呢點心痛惡絕，即係好似最近訪中啫嘛，唔好俾我講中，都唔係，咎由自取呢啲叫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好烏江學霸王啊嘛，都無啦啦走去訪中嘅時候哇用乜嘢？有冇睇上海灘賭聖日本人丁力講嘅，最近就發明咗一種家屬謝李省，咁無色無味無臭好多人都俾佢 K.O. 喂大佬，你係特朗普你咪特異功能你估你係賭聖雖然佢同賭聖有一樣似，大家要謙啲，我就係賭聖咁樣震驚全場係嘛，大嘴巴，但係呢啲都係嘴炮，成日話撤軍原來最後啦撤得5000咋。喺德國佢總共係有31000部隊噶嘛，不過都合理係德國梅爾茲嗰隻嘢講噶嘛，佢話啦美國而家伊朗嗰度輸緊伊朗好團結，如果團結就可以贏嘅，以前印第安人夠團結啦，你講緊乜 Q
即係最恐怖嘅係個腦裝屎之餘呢，佢冇個沖廁所嗰個掣咁啊，停咗喺嗰個腦度啊嘛，好核突。咁但係對德國同埋美國仲有歐盟確有影響啦。與此同時，亦都加咗呢個汽車嘅關稅啊。今次加呢就永久性噶啦。原因何在啊？你係進行過背心特好嘢，俾隻手指公佢，你以為條友仔冇料到啊？因為你係經過301調查噶啦嘛，今次合法合憲啊。咁仲有就係嗰班友仔呢，你又唔好放過佢啊！喺度追退稅嗰班啊，原因何在啊？侵話我會記住噶嘛，其實好簡單，你邊個申請退稅嘅，直情禁運佢，因為高等法院講噶嘛，你係俾禁運噶嘛，但係唔俾抽稅啫嘛，係咪？咁我禁運你咯。知其一也，其二啦，仲有好多行政上嘅手段可以做噶嘛，即係第時我可以揀噶，啲經濟實惠各樣你要申請，咁睇翻個 record 啫嘛，你等同申請關稅退稅呢，就當係一個 business 上面嘅 criminal record。記住你係嘛？咁第時有啲咩事嘅時候，即係 it is not our war， 咁 Q 口響話 it is not our war， then why do I favor you？ 同你有親啊，係咪咁講啊？咁仲好啦，即係好似塞浦路斯有英國基地啊，結果俾伊朗放冷箭，咁喺德國嗰度有美軍基地，你都好危險噶，係嘛？所以直接全撤啦。德國其實係我飛你，唔係你飛我，應該梅爾茲咧體現出呢種咁樣嘅氣概。咁當然佢又好過法國、西班牙嗰啲嘅，即係至少啦，佢都而家將呢個德國車廠民轉軍用，咁會整啲車仔出嚟啦。咁但係到時歐盟就知冇咗美國之後啦，佢哋到底你估好似卡尼咁outpost up，佢 arm piece up 嘅啫，格拉底無可有可無啊，個景象都好滑稽。咁但係 outpost up 嘅卡尼而家啦，你真正要面對唔係嗰啲政客，你問鄭大班嗰啲咯，佢叫你選噶嘛，條友係咪？錢從何來？因為美墨加協議欠你嘅咩？係咪先？咁既然加拿大嗰啲啱噶啦，就搞到佢民窮財盡呢啲咁樣嘅友仔不知感恩圖報，而加拿大永遠都係不平等嘅，做埋晒啲嘢齋攞美國着數，有冇 benefit 過美國啊？到人哋真係啦，踢開你嗰陣時就話人渣男，你望下自己咩身世先啦，大佬。幫你有保好多時我哋講馬克思思想者逢左必共4個字得噶啦，就係不知自量。點解不知自量呢？就係因為啦，有人俾咗一啲我哋叫底氣係咪啊？俾咗個 base 佢，我都唔知點解會有個氣字去譯嘅，由底走出嚟嘅氣係沼氣嚟嘅，大佬唔怪得咁臭，點樣底氣啊？即係香港人好多時係講俾咗啲吉屎佢啦，呢個字語帶相關，一來英國人英語世界吉就即係你嘅膽識，俾咗膽佢撞咗佢個膽。二來啦，哇，你要吉嚿屎，你係咪要好大膽先得？但係呢啲咁樣嘅大膽，你問孔子啦，孔子又會同你講匹夫之勇，暴虎憑河。咁喺德國總共嘅軍員總共3萬零人，咁而家降到啦，得翻3萬1啦，佢切咗大概14%，你咪不應該咯，不該5000太少啦。但係如果你講係第一階段呢，仲有啲可有可無嘅，咁OK 啦。咁事實上有幾點嘅，第一呢個就叫做打狗都要睇主人，冇錯，呢隻叫德狗。德國係你老朋友，時時幫你守門口，只情不在，因為佢冇守過門口嘅，老實講，守落萬底就有。嗰隻係乜嘢啊？我唔記得廣告嚟㗎，黑痛，我記得啦，黑痛係你老朋友，唔係幫佢賣廣告啊。仲有冇啊？即係品牌執咗未啊？幾廿年前咯，係嘛？Anyway，邊個北約啊嘛，即係女特條友都冇用嘅，又有另一個欄，嗰個就更加容易啦，嗰個叫荷蘭，即係荷蘭，廣東話冇得整個蘭字，有嘅，你要用到好偏咯。但係烏克蘭、荷蘭、波蘭等等佢個蘭字應該冇變音㗎，大家都係咪？波蘭、烏克蘭、波蘭、芬蘭，佢嗰個荷蘭唔係有變音㗎喎。咁當侵撤軍嘅時候佢哋就芝士薯條乜嘢呢？當佢哋要自主研發乜 Q 都係咪？我認為美國直情禁運埋晶片，再加 AI 啦佢哋自己嗰啲叫咩食自己。香港人嘅術語啦，咁 Q 串啦，嚟吔招啦你，睇你惡得幾耐？即係啲馬克思主義者。但係我真係記得翻一個 term 啦，都係4個字，不知自量知自量嘅
就開始會反對獨裁。你又望下伊朗人民啦，仲有委內瑞拉人民啦，個頭腦清醒，俾人折磨咗咁耐。反觀即係唔係全部啊，總有啲唔消照除嗰啲係嘛？最終你又睇清楚啲人嘅真面目啊，證據確鑿。咁希望今次我哋為世界祈禱啊嘛，今次只係第一輪嘅裁軍啦，咁仲有第2、3、4、5輪咁啊，裁晒逐啲走，要用先拎走啊嘛。如果唔係你調配嘅時候啦，佢哋都要諗噶嘛，係嘛？咁最好重要嘅就係呢啲係精銳部隊啦，調走晒其他嗰啲呢，幫手洗廁所嘅啫，慢慢走埋啊！大家要留意，36,000人有喺德國消費嘅噃，咁嗰度啦又慳翻筆呢，為美國人慳錢，至少美國人應該歡呼喝彩。咁所以作為美國人，但係你好難嘅，有60%嘅美國人啦，我講少咗添啊，呢個 number 就唔知諗乜嘅，選個馬克思上去嘅做紐約市長都仲得嘅，有咩做唔出啊？雖然你可以喺度話嗰啲投票系統各樣，但係世人嘅投票啊嘛，有時你要睇啦，你估好似委伊兩國嘅人民咁清醒啊？當你問佢，喂，美國人嚟攞你啲石油嘅啫噃，你估其他人走過嚟攞玉米餅嘅？真係撻好啦今次，所以今次我非常不滿啊，淨係5000咁少，咁希望其後就整個撤軍啊，咁退出北約，剩低嗰隻叫咩啊？譚克蓋喺度問啦，喂，你退團都得，俾埋剩低嗰啲先啦，原因何在啊？佢知道啊，挽留唔翻噶啦，挽留唔翻，喂，找埋條隔夜數得唔得啊？咁樣咯，我建議大家有冇睇國產007啊？到最後找埋條過夜數先得噶，跟住冇咗件事噶噃，啊，周星馳，即係我哋以為大家係感情關係嚟噶噃，係咪啊？呢啲先叫風流啊嘛，犀利。咁結果到最後阿文西走到嚟嘅時候，都係冇找數噶，喂，冇找數噶噃，即係我記翻起嗰個情節啦，就係咁樣樣。好，今日講到呢度。